講起蒙面超人，最具代表性嘅一定唔少得係變身姿勢，有深入民心嘅，有快靚正嘅，但係有冇一啲係你睇幾多次都唔明個變身動作係點樣擺出嚟嘅呢？大家好，我係英雄，歡迎嚟到港式英雄傳。呢個 channel 會以拉打等特攝作品為主，諗到咩就講咩。作為第一炮啊，想用拉打變身動作為引子，同大家盤點一下喺英雄心目中10大最複雜嘅變身動作。第10名，蒙面超人螺旋 Kamen Rider Emperor。蒙面超人螺旋出現於蒙面超人龍騎，係以羚羊為原型嘅蒙面超人。佢嘅契約獸係由羚羊型怪物組成嘅契約獸軍團，因此變身動作加入咗羚羊角嘅元素。而佢複雜嘅位啊，係在於右手同左手交叉，然後向內屈曲，構成咗一個既特別又流暢，更加有記憶點嘅變身動作。第9名，蒙面超人 Thousand Driver。 Setsumetsu Evolution。 プログライズキーも両方使える。 Break そ Horn。 の強さは01ドライバーの 1000%。 変身。蒙面超人 Thauser 係登場於蒙面超人 ZERO1 嘅反派兼後期重要輔助拉打。蒙面超人 Thauser 嘅變身者係 Zaya Enterprise 嘅日本分社社長天津蓋。Thauser 嘅設計理念結合咗眾多 Progrise Key 嘅戰鬥數據啊，所以佢嘅實力係超出常規。而本日更加聲稱佢嘅數值係主角 ZERO1 嘅10倍啊！變身過程中係需要用到2條 key 啊，而插入第1條 key 嘅時候，用咗一個好中二餅而又對變身毫無幫助嘅變身姿勢。反手插入係幾型嘅。第8名，蒙面超人 Bravo。蒙面超人 Bravo 係於蒙面超人海姆一作中登場，以羅馬角鬥士為設計藍本，全身佈滿住堅固嘅尖刺啊，因此具備住極強嘅物理防禦以及反傷能力。唔知大家有冇打過 LOL 呢？有住一身邪惡而有傷害高嘅裝甲，有邊個估到佢嘅變身動作係同變身者一樣咁華麗啊？第7名，蒙面超人 Super One。習得赤心少林拳嘅 Super One 有住一套行雲流水嘅變身動作。首先，雙手喺胸前交叉，雙腿微蹲，然後擺出赤心少林拳嘅防禦架勢，然後就打開雙手手掌，象徵住凝聚全身嘅宇宙開發力量。最後扭動雙手手腕。哇！第一次睇嘅時候啊，令我諗起第6名，蒙面超人 X8 無敵玩家形態。俺が変える。ハイパー大変身。主角寶生永夢變身無敵玩家形態嘅時候，會先左手手持 Maximum Mighty X 卡帶，同時右手手持無敵玩家卡帶，然後就可以展開佢嘅兩段式變身動作啦。首先插入 Maximum Mighty X 卡帶，再撥動腰帶開關，其後就係重頭戲啦，擺出無敵玩家形態專屬嘅架勢，然後插入卡帶，最後同時按下2個卡帶嘅開關，就可以完成變身啦。
第5名，蒙面超人吉察度。呢套蒙面超人作品係以煉金術同埋卡片作為核心主題，變身姿勢融合咗卡牌操作以及煉金術嘅手勢。變身嘅過程，左右手構成嘅三角形形狀，對應咗胸前嘅煉金術熔爐設計。諗翻起第一次睇呢套變身動作嘅時候啊，左右手摩擦，令我聯想起蒙面超人螺旋，又係一樣，要睇多2-3次先理解到正手反手構成嘅一套變身動作。第4名，蒙面超人啤羅巴。蒙面超人啤羅巴係蒙面超人基士一作中登場嘅反派蒙面超人，佢同主要拉打有型利落嘅變身風格唔同啊，配合住變身者嘅造型，蒙面超人啤羅巴嘅變身動作係透露出對他人嘅藐視以及一個玩樂嘅心態。變身動作注入咗舞蹈元素，而伴隨住一聲魔性嘅嘲笑，就好似我女神望住我呢啲型男嘅眼神咁樣。季軍，蒙面超人 Ghost。擁有住拉打世界紀錄嘅作品啊 ，Ghost 嘅主角天空至尊喺得到先人嘅幫助之下，獲得咗 Ghost Driver， 並且得以99日短暫嘅生命復甦。而為咗復活，以蒙面超人嘅身份去戰鬥，佢必須要集齊15個 Ghost Icon， 之後就可以向 Grando Eye 許願，重新得到自己嘅肉體。蒙面超人 Ghost 嘅變身動作結合咗結印嘅手勢，整體風格係充滿住神秘感、儀式感以及流暢度。首先，雙手喺胸前平舉，手指交織合攏，擺出類似佛教嘅結印手勢。而呢個動作亦都配合住蒙面超人 Ghost 嘅力量主題，更加象徵住同靈魂以及眼魂嘅溝通啊！第2名亞軍，蒙面超人 Z Recovery Form。而家熱播緊嘅蒙面超人 Z， 相信咁多位拉打 fans 一定同英雄一樣追到好貼啊！而呢套作品最特別嘅地方，除咗係首次使用夢境特工作為主題嘅拉打作品之外，亦係歷史上第一位蒙面超人，每個方都有唔同嘅變身姿勢。唔知大家第一次睇有冇一種卡住嘅感覺呢？而 Recovery 形態分段式極唔流暢嘅變身動作，就成為咗喺英雄心目中數一數二複雜嘅變身 pose 啦。第1名，蒙面超人猛虎 Kamen Rider Tiger。英雄對於蒙面超人猛虎嘅排名啊，童年嘅情意結，絕對係一個大大嘅加分位。佢嘅變身動作唔單止有住猛獸嘅手勢，其關鍵係在於喺觀眾沉醉於佢嘅變身動作嘅同時，變身者喺不知不覺間反手操作完成咗佢嘅變身動作，流暢度及複雜度啊，絕對係一個滿分嘅表現。多謝大家收睇今期嘅影片，如果可以嘅話就順手撳埋 subscribe 同埋 like 啦，我哋下期再見。